知道了，因为我真不该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的根在这里，就你懂这个，你慢慢的时候啊，你知道。一根啊，一根就死了，都打全部能够插打死踩哇一样。所以你浮起来的时候才有整体，啊，浮起来就是整体嘛。你看啊，我现在用力。成功，所以你可以分了这个上下节 ，OK， 那么你就分什么？分3个孔。